南極洲詹姆斯羅斯島，喺呢片被認為永恆冰封嘅純白世界，我哋追尋住地球最古老嘅記憶。2015年，一個微小嘅不協調闖入視野，佢唔係石頭，而係一塊嚟自遠古嘅碳。指尖嘅觸感喚醒咗一段被遺忘嘅歷史。呢度曾係恐龍漫步嘅溫暖森林，生機安然。然而，一場古代野火從天而降，閃電或火山點燃咗呢片不應有火嘅樂園。生命喺烈焰中哀嚎，綠色嘅希望化為灰燼。呢一場災難嘅唯一見證者係呢啲被燒焦嘅植物殘骸，然後係長達數千萬年嘅寂靜。冰雪覆蓋咗一切，將呢段熾熱嘅記憶連同整個世界一齊冰封。回到現代實驗室，喺呢片碳嘅微觀世界裏，藏住點樣嘅秘密？時間嘅封印即將在此解開。電子顯微鏡下被燒焦嘅細胞結構清晰可見，佢哋係裸子植物，好可能嚟自南洋杉科，一個早已不屬於呢片冰原嘅古老生命。就係佢。研究員喺記錄中寫低，呢個就係南極曾經燃燒過嘅不可動搖嘅證據。呢個發現就好似一塊關鍵拼圖，瞬間保存咗白堊紀嘅南極樣貌，一個溫暖、濕潤卻也充滿自然災害嘅世界。我哋總以為南極自古就係冰雪之地，但真相係呢度有一層生機勃勃，有一層歷經火焰嘅洗禮。一塊微小嘅碳，不僅點燃咗7500萬年前嘅記憶，又為我哋理解地球嘅氣候變遷留下一聲深遠嘅迴響。好多謝各位睇到最尾，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帶俾大家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嘅話，請幫忙讚好同埋訂閱。好歡迎大家留言，一齊討論。今日暫時係咁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